宁妃，白武士。小太监。对，我就是那个让你变成犬妖的小太监。陶公公也是被你害死的，云儿也是为我死的。要杀要剐请便，给我个痛快的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为什么？为了拿到神鼎，除去眼前的障碍，杀掉区区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？你太残忍了！令王，你干嘛？打蛇打7寸，对付这种人就一定要狠。你狠了，他就怕你。他死了。哪那么容易死啊？说，另外那半张宝图在哪？就你也想当皇帝，休想！你来。怎么怕？你忘了陶公和云儿是怎么死的？都是被这个女人害死的。你忘了陶公公死的时候的样貌了？他可怜一块好骨头都没有，你都忘了？小蘑菇，你今天表现非常好，本王很喜欢。哎，还是我来吧。云姑娘，不用了。我师父从小就教我做一些家务，我到了一个地方，就习惯把它打扫得干净一些，这样也有一个家的感觉。家？这个地方虽然是个临时的住所，但是眼下还是要把它打扫得干净一些。这段时间，云姑娘最好还是待在这个地方，毕竟现在宫里很多人都在找你。啊，这段时间我会乔装出去的。这个是上次乐平公主那边的衣服，你换上吧。公主的？你每次都女扮男装，这样太引人注目了。对了，这张感应符你也收下吧。一遇到危险，就把它抛到空中，我便可以感知到你身边的一切。小蘑菇被六王给抓了，我还得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。云姑娘，我不能在你身边，就好好照顾自己吧。这么说，宁妃是瓦剌派来的奸细，而云香容是协助他的杀手。正是，只是恕小道无能，让宁妃和云香容他们逃走了。唉，不怪你。他们在宫中潜伏这么久，弄出这么多乱子，现在终于不能生事了。何况，若不是你，指不定哀家也被他们杀了。你是有功之臣，无罪。谢太后。唉，
这半张图你也拿去吧。这宫里一旦没主，就不清静。现在哀家信任的人也没几个，你拿着图，我放心。多谢太后信任。道长，不要忘记，皇上不在，哀家才是整个皇宫，甚至黎民百姓的主宰。天下事，哀家一定也必须做得了主。太后的话，小道谨记在心。只是小道还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小太监小蘑菇曾经变成过犬妖，他的嗅觉异于常人，能够闻到常人闻不到的气味，特别是仕女图的麝香气味。所以，对于寻找另一半的仕女图，小蘑菇至关重要。一个小太监而已，把他指派给你，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眼下这小蘑菇被六王给扣了。他扣留小太监，多半也是为了另外半张图。你放心，我会向六王要人，把小太监要回来。多谢太后。小蘑菇，都有谁欺负过你？把他们都杀了吧。杀？肯定杀呀！只要你跟着本王，听本王的话，本王保你享受荣华富贵，每天都可以这么开心。还有开心的？猪蹄儿不错。哟，小公子生得好俊俏啊！快来摸摸奴家，看看奴家哪儿脆软。不好吗这？六王，我今天特别开心。月儿，我好想你啊。天目童行踪如何？回禀太后，没有发现异常。那于大人情况怎样？皇帝可有下落？目前情况还是不明。于大人这只老狐狸在宫中时总是背后敲打我，也不知皇上临走时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。你继续监视天目童，一有新情况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是。小公子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不是，再睡一会儿。你们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哎，再睡一会儿嘛。睡什么睡？小蘑菇，昨儿那么努力，爽不爽啊？还是个雏儿。急报！急报！皇上被抓了！急报！急报！皇上被抓了！什么？皇上被他们抓住了？这消息千真万确。是。太后，宫中不可一日无主啊！皇上刚被抓，你就想着另找人代替？皇上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，又没死。太后，皇上被抓，我们每个人都很着急，也都在想对策。您老也顺顺心。但是我觉得皇后所言极是，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呢。于大
臣营救不及，皇上被瓦剌俘虏，臣罪该万死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太后，臣这里有一份密诏，是皇上出征之前交给微臣的，嘱咐微臣不到关键时刻不得拆看。臣以为现在是到了关键时刻了。若朕有不测，持有日月神鼎的皇族血统继承大位。拿过来。是皇上的手迹。于大人，这么大一个秘密，你竟然还瞒着哀家？是皇上的旨意，臣不得不遵呐。太后，这日月神鼎得去哪儿找？难道找不到神鼎，这君主就不立了吗？按你所说，该怎么办呢？臣妾认为，眼下最适合继承王位者是六王弟。臣妾认为，应该封六王弟为皇太弟，占领朝政。于大人，你觉得呢？臣以为不可。既然密诏是这样写，那皇上就一定知道这日月神鼎一定可以找到。我们应该遵照皇帝的旨意，拥戴持有神鼎之人继承大统。于大人言之有理，就这么办。这鼎根本是没影的事儿啊！行了，后宫还是安心各司其职吧。希望皇后不要逾越了规矩。是。于大人收好。六王，我听说你抓了一个小太监，正好是天目童的徒弟。有什么过节，看在哀家的面子上，赶紧放了吧。儿臣完全不知此事，儿臣怎么会跟一个小太监过不去呢？定是儿臣的手下误抓了他，等儿臣调查清楚，放了他便是。如此甚好。太后这回怎么这么听于大人的？可能早产了，而产下的孩子也极有可能并没有死。那您是说，皇上很有可能还有一个皇子在宫中？对，现在想来，皇上明着是要我调查李妃之死，而实际上是想让我调查皇子的下落。他在密诏里也写明了，让持有神鼎的皇族血脉继承大统。这就说明他知道这个皇子一定知道神鼎的下落。如果这个皇子没有死的话，算算年龄，今年应该15岁了。15岁？
小蘑菇，之前我也这样想过，更何况陶公公当年也服侍过李妃，但小蘑菇是个太监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于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，小蘑菇他是个假太监，他没有精神。啊？此话当真？陶公公还刻意隐瞒了这件事情。这样说来，那就极有可能是了。糟了，如果六王知道他是假太监，会不会知道真相？你说这太后为什么忽然问起那个小太监？小太监在李手上。我的人在挖地道的时候被他撞到了，于是就把他抓了回来。只要太后觉得这个人重要，就不能放。这你倒不必担心，他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，我也正打算把他放回去，到天目童身边当我的耳目。太后这么一说，正好来个将计就计。没想到这大名鼎鼎的白巫师，居然在我的牢里。你杀了我，给我个痛快，反正我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。杀了你，岂不就成全了你？我有一个小朋友，他特别的恨你，恨不得杀了你。可惜呀，他的手艺不太好，每一针扎下去都不会扎中要害，只能让你痛。小蘑菇，不要！你让宁妃张张嘴吧。不，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屠在田木童那儿，他说，只要我不踏入中原半步，他就决定放了我。这是真的。你胡说！我师父最恨你了，他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不信你可以去问他。我去属实。如果他知道我在这里，保不齐他还会来救我呢。哼！你恨你最信任的人背叛了你，放走了你最大的敌人。我不想听你说话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，感情是最靠不住的。小蘑菇，
蘑菇，师傅，小蘑菇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疼。你慢点吃，还多的是呢。我偷跑出来的，我在里头一顿饱饭没吃过。小蘑菇，你看着我。都是我不好，雷吉，你这一次受到了伤害。今天，我向这残瓜发誓，如果今后再让你遇到险阻，我天目童道法就不得精进。师傅，你这么郑重其事的说，我还有点不自在。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师傅，害得你替我担心了。多吃点。你看啊，这才醒了，小蘑菇啊，砰！来了，好吧，那女的，哎，有一声一抓，陶工只要一站起来，是呀，啊，砰！第一声啊，你这个拿大的非给我拿小的，粗一点啊！对呀，家吗？上厕所要用这个，来吧，你用过吗？环保。OK， 好，把这妈给放过来。来了，好了。去结婚吧。结婚？我凭什么要嫁给你啊？我被涮了。洗衣、做饭、烧水、煮菜都是你的。啊！老婆，你碰到流氓了？流氓啊！混蛋，大混蛋！我是你老公。老婆大人，我回来了。滚！世彤，你是不是因为钱才爱上我的？你谁啊？你哪位啊？世彤，我们先吃点吃吧。现在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吃饭？我可以了解你吗？共同的敌人袁世彤。有人要杀你。你应该主动辞去红鼎集团总裁的职务。为什么恨我的人越来越多，帮我的人却越来越少？谁能告诉我这些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再不回头，黑道白道都容不下我们！我要是干的我对。事成之后，嫁祸的准备。你对云石彤只有任务，没有感情了？贵妃，你喜欢我吗？以后的日出都有你，对吧？不一定。花瓣散开，掉落，风轻着断手，秋过，谁剪了黄绸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，这爱恨的漩涡，谁破？